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拄访问中国尔，拜登总统拜二率伫咧旧金山的部款活动顶头，讲习近平是独裁者，一寡话虽引起中国反弹，批评拜登伫咧讲话拢无伫咧负责任的。 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拜二暗下伫旧金山附近一场募款活动，向讲伊伫2月下令甲中国的间谍气球拍落来时阵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根本毋知气球伫倒。伊讲这对独裁者来讲是真危险。气球拍落来时阵，伊甚至否认气球伫倒位。布林肯前脚早拄啊离开北京，拜登讲独裁者这3字，随后中美关系搁再制造议论。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、极不负责，严重违背基本事实。 严重违背外交礼仪，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，是公开的政治挑衅。那官方强烈抗议，有北京的民众表示，这凸显美国霸权心态的骄傲。也有人认为，拜登会安尼讲是选举的步数。我觉得他们一直就非常的双标，而且布林肯来的时候，从我们接待的态度也看出来了，其实是没人理他的。 所以他们说什么其实也不用再在意，他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大选嘛，为了拉票。中美关系为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了后拍歹去，国家台海问题和双边关系更加紧张。分析指出，布林肯进前去中国访问，真无简单，互两国搁再对话。不过拜登说来又个失言，可能会搁再互两国的外交造成负面的冲击。中美要搁走向和谐，恐惊无简单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。